你好，我係優號分行阿心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元朗站優號 Midtown 睇一個小有放盤嘅一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97尺。元朗站擁有一個物業嘅喜歡一房嘅朋友咁就要留意啦。咁呢個單位呢係實用397尺一房，咁依家呢個位置係單位嘅大門。呢邊係客廳，見到個客廳咧係比兩房仲要寬闊嘅。行出嚟係有露台啦，咁呢個單位係非常優質嘅，係持海雙飛啦。呢一邊就望到深圳後海灣海景，呢邊仲可以望到對面 Grand YOHO 嘅內鹽泳池景啦。咁啊，再睇下呢邊係飯廳。好，我哋而家入休息區。咁我哋首先嚟到浴室啦。浴室係研發展商嘅設計啦。咁呢度係浴缸嘅設計。跟住嚟到睡房，睡房方正實用。望出去嘅景觀，咁最後就嚟到廚房，咁啊一房可以擁有一個咁大嘅廚房啊，非常開心。望出去嘅景觀。咁依家單位體驗，有興趣嘅朋友請約我睇樓。